好啦，第52場嘅賽事已經正式開始咗啦。嗱，我哋第一線呢就有豐盛路體育會，第二線嘅係錦記海事工程勝地之友，第三線嘅係 RKYC Group，第四線嘅係香港戰藝會龍舟隊，第五線嘅係九龍總商會，第六線嘅係 RKYC Yellow。嗱，咁而家咧見到佢哋咧已經非常接近緊第一支旗仔嘅位置啦。近時咧，大家個個龍舟隊嘅隊伍都旗鼓相當啊！好啦，第四線道咧，而家稍微領先咧就係第四線道嘅香港戰藝會龍舟隊啊，咁啊唔知道咧佢哋會唔會咧龍虎其名啊，就好似戰一樣咁快咧，一直帶領住咧一直去到呢個終點線咧。咁啊見到而家咧佢哋個隊友咧，好似咧獎頻獎速咧都陸續加快啦。咁而家咧好似咧三線嘅 RKYC Blue 啊，而家咧就稍微咧領先咗咧，帶領住少少嘅龍頭位置喎，知你睇唔睇到啊？係啊，見到啦，第三線嘅 RKYC Blue 同第四線嘅香港戰藝龍舟隊旗鼓相當接近㗎啦，而第二線嘅都唔差㗎喎，第二線嘅係錦旗海事工程勝利之友。好啦，而家接近終點㗎啦，非常接近終點嘅係暫時係第三線嘅 RKYC Blue，第四嘅係香港戰藝龍舟隊。係啦，跟住就第二線第一線係錦記海事啦，豐盛龍體育會同埋第六線嘅 RKYC Yellow 咧都分別衝線啦。咁啊，接住咧就我哋繼續比拼啊，九龍總商會。咁啊，非常之精彩嘅一場賽事啦，真係唔睇到最後咧，都唔知道邊一隊咧係壓倒性勝出㗎。係啊，因為我哋坐喺咧接近終點嘅位置都覺得心情相當之緊張啊，去到最後一刻都唔知係邊一隊勝出㗎。係啊，真係成日都講啦，咁啊贏在起跑線，究竟喺龍舟嚟講咧，贏在起跑線重要啲啊，定係贏在終點線重要啲啊？我相信兩樣都非常之重要㗎，同埋過程我哋都唔可以忽視嘅喎，因為過程裏面咧，大家都一定要同心合力同一個節奏咁樣先可以